有缘徛咧，有缘徛咧。哦，我感觉袂歹吼，啊，大家安尼做这个吼，做这个，我足简单达到5个，我足侪人毋捌。David 较困难，你拢捌啦吼。好来，迄个英语的 love 有几个字母？4个啦，4个。L 怎么比 ？O 怎么比 ？V 怎么比 ？E 在这边。啊，来，魔术女，拜托你弹一下哈。就这首歌，我不爱，我翻页啊，我无法度翻页，大家甲背起来哈。看我哈，听互咱自己做一回，听互咱自己做一，哦，啊来，好，唱老咱用75回的速度来唱。听互咱自己做一 L O V E， 听互咱自己做一回2、3、4个，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体，听互咱自己做一 L O V E。哦 ，LV 哈，你张魔术会做演技的 ，LV 无去啊，拉斯维加斯。LV 缩写不一样的意思呢，不是那个包包。后来搁一摆哈，来听互咱自己做一回，听互咱自己做一回。上帝的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体，听互咱自己做一回，听互咱自己做一回，听互咱自己做一回。上帝的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体，听互咱自己做一回。安尼上巧，哦，安尼上巧，好来，请坐。真简单啦吼，啊，大家安尼算一下吼。我讲你越南等一定做梦，我伫遐咧比。我该用较大的吼，这我那要互咱比啦吼，啊，但是介简单。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oh so good to me.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is so good to me， 很简单。好，来 God 其实是这样子的哈，可是这样画起来有点像台湾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用笔上面的哈。God is so good，so 没有笔的啦，好 ，so 是没有笔，你要笔的话要 very， 可是就麻烦了 ，good，OK，God is so good，is so good to me， 来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is so good to me, God.
so good. God is so good. It's so good to me。再去张牧师甲咱讲，上帝足听咱，听到什么程度？将伊独生囝献赐互咱，敢毋是安尼？你咱足好吼，啊，咱领受即个听，咱重新来思考要安怎甲上帝同行。用简单的即条歌，咱搁唱3摆，备办咱的心就进入敬拜赞美吼。来，搁一摆吼。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It's so good to me.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It's so good to me。小声的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It's so good to me。你爱困无？袂使困去哦吼，咱的时间，我即听再去你听的时阵，我有想到一首歌，大家拢知影，迄个天韵歌声有一首歌叫《给我你的手》有啊，你晓唱无？袂记哩吼。伊内底有一句吼，讲吼，分担的重担安怎格外的轻，吼分享的快乐咧，加倍的多啦吼。这两天互我一个感觉就是讲吼。分担的事工吼，格外的轻。每天教会咧分配的时阵吼，哇，感觉咧时间的推展甲计划吼，两边拢感觉真轻啦。若分担的陪领呢，加倍的多啦。所以是咱其实吼，若即款的合作的机会时吼，会使互咱知影讲，即个时间甲陪领甲咱的快乐吼，会加倍啦，加倍。这段时间我想咱两顿拢感觉时间无够，所以我就莫阁讲很多废话，时间就交互张牧师。今日第3讲完以后，一段细细的时间，我知影真侪人听以后有记吼，足侪问题吼，毋知偌济啦，吼，有人有问题，咱就留一段时间吼，请牧师在迄阵留一段时间互因 Q&A， 迄个时阵咱再来有一个回应的时间，也是问问题的时间吼，时间交互张牧师。弟兄们，大家平安。中昼这段时间是上好困中昼的时。我们求主帮助，互咱不管若假说有性情感动，讲你会使困无紧。大家拢点头讲是安就好。我想我这顿要继续来讲这个真重要。信心的工作，我顶一场有较强调咧讲信心，伫咱的内面，带伫咱的内底，迄个工作是啥物？是要改变咱的生命，互咱会愈来愈亲近所有关系。迄个是一世人的工作，咱绝对无法度我靠家己来做这个工作，咱只有我靠咱的主。一摆有一个牧师姓寇吼，甲讲张牧师，我去遐教会，伊讲你要来阮遮嘛？遮有一个人客吼，最近拄信耶稣，是伫恁发现迄个所在信主。我讲是啥物人？伊讲伊的法号叫做净观法师，法师。好，我即个来走伊，伊讲就伊伫迄个
普拉省有一间真出名的庙，伫迄落有教庙叫做慈航精舍，你捌听无？伫遐吼，迄个慈航精舍要设福乐园啦，伊台湾足出名，专门设福乐园的。伊来吼，讲你来，才听国较好。我就招我牧师做伙去，去的时吼，真趣味。伊看到我牧师娘，我牧师看到讲哈是你，原来是我牧师娘，伊就做东吴大学的学妹。我即摆拢毋是剃光头了吼，伊就做，迄个是啥？鸡头毛的吼，穿破龙衫，就袂歹咧，诚水安尼吼。我无想讲，哪来是你？佫叫哪来是你？伊即个讲伊的心路历程。伊讲伊伫大学的时，伊足兴顺，基督徒，伊有差不多7、8足好的基督徒，伫东吴大学内面，足活泼的。伊足羡慕即阵，即阵拢伊的学姐。毋过，伊感觉讲即阵吼。遐尼活泼吼，所以想讲，这人遐活泼，就是拢基督徒，大概信耶稣袂歹，所以就想要去信耶稣啦。就去找一个教授，是一个真出名的基督徒，作家，是男的，去找。伊个讲我想要信耶稣，迄个教授讲，你有读过迄本册无？伊讲无。伊讲你佫有读过对这本册无？伊讲无。你讲，你敢有过读过一本册？伊讲拢无。尼教授摇咧吼，头壳摇咧。你无读这个册，你敢无法度做基督徒？无继续甲因传哦。这个查某囡仔拢出去吼，伊感觉基督教的负担伤悬啦，买一味无简单。迄个暑假走去台东。去一间庙寺，伊讲安尼佛教较简单，我就入去，入去20几年，做迄个做法师啦。伊吼足厉害，就是伊就做金刚经、什么经吼，拢有背的，足厉害。我讲你是咧信耶稣？伊讲我知影吼，迄无路啦。我修20几年了后，我无法度。我知影到遐爬袂起啊。伊捌咧想讲，有一寡师兄师姐吼，名讲要去深山拉来要修行要做，其实真侪拢去深山拉来伫遐自杀。感觉无法度通突破，伊嘛捌咧想，伊教尾，伊做法师嘛是足好用的咧，好，迄一堂吼讲落来吼，伊要甲我问讲，无，听无说你讲一堂偌济？伊讲我讲遐当时，我足过10几年，阮讲一讲我大概100块$150。伊讲安那遐善，教会拢对你遐歹。伊讲我去东南亚去倒位吼，一堂落来$3000，所以我是足好过的。我若要安尼混下去，嘛会使。伊讲毋过我的心足要求，我一直咧较无一个真理。所以来慈航建设设立不6年，人拢好课开好学生招了，佫剩几日吼。伊就要开课才想讲，我有一个大学的同学吼，过来伫遮咧，佫去拼伊的资料，佫有咧，敲电话互伊，伊评估咱出来我啉咖啡，我穿咖啡咧，我紧啊，就去啉咖啡，啉咖啡的时，两个咧交嘛，讲你大学毕业要安怎安怎，就讲好，我安尼修行，什么安尼，吼，讲你过来美国干啊？我真好啊。你寄来美国是安怎好？我寄来美国信耶稣咧，
伊讲我你信啊说，啊你毋知两个好朋友，这个朋友，这个兄弟，这个姊妹总甲讲，你礼拜是来阮教会礼拜。我说你，我穿家西去恁教会礼拜。伊讲对哦，伊讲无你小等下，我敲电话问我牧师会使袂？我就敲电话问牧师讲，牧师，我一个朋友是尼姑，要来礼拜会使袂？牧师讲会使啊。啊，讲伊无要话，普通就穿尼姑衫来呢。牧师讲无要紧啊，我来礼拜，去新正教会。啊，去礼拜时当然拢好势啦吼，啊，伊敢若讲恁的牧师咧讲课，甲阮无啥共款。恁牧师去爬去就讲啊，我外歹拄外歹，啊，敢若耶稣上好。啊，阮袂使咧讲咧，阮若讲我外歹，我无人要听。我爱讲我修行偌深，啊，我金刚经啥物经吼背偌济，啊，我外捌，啊，咱若毋才要对。啊，我恁的牧师甲阮无啥共款安尼。啊，礼拜煞，因有迄落先人主义学啦。啊，伫讲先人主义学是迄日，拄好咧讲一个主题，讲到罗马书讲，因为信要称义，因是称义这样代志。即句话真正摸着伊的心，我相信迄圣经咧做工。啊，伊讲吼，我修甲修20-30年，即马修无法哩，我爬袂过啊。啊，伊讲，那既然有一个人已经做好啊，我想要创啥？圣经开始伫个心来做工，啊，伊倒转去拢过袂去。想几啊日，伊都无老过去家己朋友敲电讲，后礼拜我搁来恁教会礼拜啦。即马家己主动要求要去礼拜。啊，第二摆去礼拜的时候，真趣味呢。伊甲我讲，伊讲一句话，伊讲我甲主耶稣讲一句话，讲耶稣我吼，我若以后认你吼，啊你嘛爱认我呢。我讲你敢知这句话是谁讲的？伊讲像这句话是啥物话？我这句话是耶稣伫圣经内面的话。耶稣讲，你若伫正人的面前认我，我伫天父面前嘛要认你。伊讲嘿啊，这句话我嘛安尼讲啊。我甲主耶稣讲，我若认你哦，啊你嘛爱认我呢。所以我见圣神吼，用圣经话甲讲，伊自己毋知影。啊，迄日倒转去。圣人伫个内面做工，伊家己伫耶稣面前安尼祈祷，伊决定要信主。啊，前早甲真久了，伊敲电话甲伊朋友讲：“我对你来教会要来信耶稣好。”后面变行一条，讲好啊，啊随时来。讲啊，你毋知对我对庙司甲我带出去，伊讲好啊，啊从对庙司甲带出去。啊，伊甲庙司主持讲：“我无要转来啊。”啊！你去厝，还厨房机这算毋知要安怎？功课人拢出去啊，啊要开学啊，啊煞迄落是啥？教书算无去。啊，即项代志到伫目前不到伫纽约，毋知影要安怎回答。啊，即个人偌趣味呢？伊就讲伊无现普通衫啦吼，啊也无迄个，啊，即个姊妹转去甲因教会回应讲。我一个，迄日来咱教会礼拜，迄个尼姑讲要信耶稣咯，啊，即摆讲要甲伊个尼姑衫脱起来吼，啊，煞无衫通穿，啊，兄弟姊妹，我足侪姊妹都讲，好，啊，逐个送绝对衫互伊煞穿袂了，啊，为着互伊方便，卖伫纽约吼，无人甲搅扰，所以总去联络这位柯牧师，请柯牧师去互伊带因兜，啊，柯牧师伫遐甲伊。解释基督教信仰，啊，为着安尼，科学师甲伊讲信仰了后，啊，毋知影第2日、第3日敲着了我，啊，我去的时候，伊头一句话就甲我讲安尼，讲丁牧师，我甲你讲吼，我早起伫灵修，我无啊，你要灵修，伊讲古早迄足简单啦，因咧坐禅惯时吼，迄坐2-3点钟吼，对伊来看，这灵修足简单啦。啊，人伊坐禅厉害咯，伊安尼伊盘脚吼，
会当5、6点钟拢无免叮当啦。啊，为着你到行路所咧现的吼，已经真厉害啊吼！伊讲我逐摆若灵修入去的时候，我拢会看到异象。我话你比基督徒搁较厉害哈！伊讲我对上对啊，我真正耶稣基督就是我的对象，我对耶稣基督祈祷。伊甲讲，我早起互你祈祷的时候，你灵修的时候，看你一个异象咧，伊搁会晓讲异象嘛？异象我毋知啥意思。我无你讲看卖，我会当了解。伊甲讲，我早起啊，在祈祷的时候，忽然间看见我甲一大群人吼，我落伫迄个沼泽迄内面啊，迄沼泽都落雨嘛吼，用要跳的吼，家己想要救我一直抡安尼啦。安尼伫沼泽地内面，足侪人安尼落的时候，我发现哦。一双足大双的手吼，我讲什么手？伊讲上帝手，上帝手都甲伊抱起来。讲刚抱起来时，我知影阿爸爸上帝，伊讲我身躯吼足侪珠啊，我立落安尼啦。落落了吼，我拢讲阿爸爸上帝，你甲抱起来，迄珠遐尼水哦，迄宝贝呢，你毋甲捡起来。伊讲阿爸爸上帝甲伊讲，戆囡仔呢。咱兜会比迄较好迄卖啊！伊讲我毋知啥物意思，我讲我知咧，你知无？我甲你讲吼，你有相信阿爸爸上帝对落光来甲你救起来？讲对，我知。我讲你修行修20-30天，你感觉你内面有足侪足水的珠对毋对？伊讲对，你咧想讲你要甲遮个珠摕来伫教会内面用对毋对？伊讲你哪知？我讲你咧想要宝贝遐个物，要摕入去伫教会内面。阿爸爸上帝甲伊讲，迄拢卖啊，咱会比个搁较水，搁较好。伊讲好烦了，你毋知伊对有这样代志，生命改变无共款。第三名甲讲，牧师，我甲你请问吼，咱有轮回无？我讲无啦，咱佮敢若即个生命尔。伊讲，嘿，我信耶稣了，开始感觉安尼咧。我即摆要来写册，来卜教的轮回说。我讲对，咱敢若即个生命尔。你毋通搁再想讲要搁后出世要做这，迄拢无啦。迄毋是伫咱的信仰内面，耶稣救咱即个生命，后来要带咱进入永远的内面。即个姊妹吼，这姊妹对阵生命开始改变，后来无落搁洗礼吼。过两礼拜我甲伊讲，你后礼拜来阮教会做见证好无？伊讲好啊。过两礼拜就来阮教会做见证，我讲你从你信耶稣这经过讲完的话听，一定真好哦。伊来的时候，伊就爬起来，伊头一句注意众生恁大家好。我讲无啦，你袂使安尼讲，我无要来讲。你无讲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伊讲互安尼，你也无甲我讲。伊讲我得不搞背去，就拢讲即落话呢。讲即落话嘛，袂使伫教会讲吼。真趣味咧，即个人一世人，敢若真有迄个拄好开始一个红个啊。我迄阵捌伫安排，我讲你吼爱去读神学，所以我嘛捌伫甲招讲看要做一间讲华语的神学哩。我咧甲讲你祈祷。若主要叫你住美国，我甲你安排啊。后来伊甲我讲，我吼两项代志无做袂使。头一项，伊讲吼，台湾已经甲宣传讲我吼收甲袂好势，所以即摆吼总脱离啦。这叫做
离开个戒规吼，这是会咒诅安尼啦。我要转去人讲，毋是，迄是祝福。伊讲伊就是了守，守到袂牢，所以即摆吼，总其是掠所安尼啦。伊讲我甲你讲吼，迄守吼，这人都对我袂对，我吼守了，我即摆已经做法师啊咧。我吼连洗面的水，连起锅起面哦，逐早起就有人甲我服侍咧。我是偌大咧，水降一降偌济钱，拢乌头车咧。所以讲我守到袂好势。我即摆是偌有洗面的咧。伊讲为着耶稣的缘故，我拢无爱。好，这头一人，再来第二项，伊讲我吼欠福音的济，我是安尼，我共古早人传唔着伊啊，我即摆无转共传转来，哪有袂使？所以我无爱到美国，我听了足感动咧。后来这个姊妹从转去台湾。有一日咧看视频的时候，这姊妹伫迄个做台港迄边吼，哇，做足好的见证，我水甲来吼，无叫阮穿甲水水，化妆水水吼，专门伫甲问题解答，咧回答佛教的内面，甲基督教的比较，做足好的工，咧带足侪人信耶稣。生命的改变。兄弟姊妹，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要互咱知影，伫耶稣基督的内面，伫圣经印出内面，人的生命的改变。这就是咱传福音一个足大的见证。所以求主真正帮助咱吼，咱已经伫主的国度内面，是阿爸爸上帝家来的人，咱来为着咱会通伫主的家来。感谢主。我阁一人要甲咱大家讲吼，咱来为着咱的囝儿孙祈祷。你的囝儿孙有伫主的家来无？咱台湾人讲真爱咱的囡仔吼，有出发，希望伫即个所在真好势。我毋是讲迄毋好。迄对啦，总是你若袂记得将上水的信仰以流传留互你的囝儿孙吼，咱伫上帝面前有一日，上帝要甲咱讨人，你还袂起哦。我伫纽约有一个兄弟，一个教会长老，有一日，我伫无说我要请你食饭，讲好个。食饭的时，伊安尼心情真歹。我讲啥物代志？伊讲我要拜托你替阮囝祈祷。伊讲阮囝吼是你甲培养的，初中我无啥乖吼，我来甲你参详。你讲你甲我建议讲吼，拜五暗，载阮囝去你遐参加教会 youth program 了吼，留到阮遐到拜六，佫再来礼拜日。完全过去礼拜，才甲才倒。伊住伫Long Island，我住来回一撮点外钟吼。伊讲感谢主，阮囝吼，初中、高中我真好势，你甲培养了真好，到去读大学，读袂歹大学，大学毕业了即摆袂歹。伊甲讲年薪，即摆这是差不多20公斤的代志。伊甲我即摆年薪吼。挂 bonus 差不多150万到200万，阮囝真有效。阮囝放假全家族拢叫咧吼，爱去迄个 Caribbean Street、Caribbean Sea， 加勒比海遐吼，围着岛，规个岛拢甲组起来，甲阮全家伫遐耍一个牌，爱种出，真有效。我安尼真好啊！还讲毋过我即摆要甲你拜托一项代志，趁遐侪钱，家庭真好势，真富裕，毋过阮囝吼袂记上帝。
目屎流落来，拢无舒服。其实遐我拢无看会到，我看到是啥物？伊灵魂袂得救。所以我直接要甲你讲哦，你若伫圣神的内面，主帮助你属灵生命在改变的时，你会影响你的家庭。啊，你伫教会无共款。这是我早起头一两日讲，咱的生命伫耶稣基督内面会通改变，还是圣神一个进入的工作，因为伊要帮助你领受耶稣基督救恩了后，要帮助你改变你的生命，愈来愈亲近耶稣基督。伊圣神头一步工作，可能第二项我拄则有在讲，圣神第二项的工作就是要赏赐圣神的快乐甲恩赐，互咱会通安怎做主的工。主要叫咱做伊的工课吼，伊无讲去哦，乖乖去哦，好啊做，无，伊答应咱要互咱有快乐，伊要答应咱，互咱有才调、恩赐，要甲咱做伙去。所以，伊要互咱恩赐的时，你甲讨，伊要互你。我等下要讲要哪甲主讨恩赐。我即摆要来讲，我拄则讲几个恩赐讲了未了。我拄则讲到啥物？信心。智慧的研究讲了吼，知识的研究也讲了，信心也讲了，再来讲医病。迄即摆即个医病吼的恩赐，医生是啦，医生嘛有医病的，迄条迄只头对不对？总是即个所在医病的恩赐是啥物？是祈祷我各主会得到医治，迄个后边来。即项足侪教会今仔日差不多无咧讲，是啥物原因？你知无？因为病足好个啦，所以咱若身躯无好势，头一人想着啥？要找对一个医生。第二个要找对一个病医。咱真罕得想着讲，咱先来祈祷，咱先来找主，主你感觉我会安怎做？我直接要甲你讲。唔通讲无食药啊，唔通讲无去找医生啊！拜托拜托，你唔通是讲下面无说讲啊有信心，所以唔食药啊？无，我无安尼讲，因为医生甲医药嘛是上帝手术的医治的方法的一项，所以当然咱去找医生无唔对，去找病院无唔对，食药嘛无唔对，总是直接要甲咱讲。你有信心，你先倚靠主，还是要先倚靠人？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我教会有一摆，有一日礼拜煞，有一个姊妹甲我讲，牧师，有一个查某囡仔吼，有一个查某囡仔，你会认真细数。我知，迄查某囡仔。伊就做伊几啊年无来我教会礼拜。迄查某囡仔是我去伫 Brooklyn 开拓一个查经班吼，来信主的一个查某囡仔。迄查某囡仔来足古锥啊，足认真。伊对初中就来，高中来拢来参加查经。到高二要过大学的时，伊甲伊爸爸讲我是要洗礼，伊爸爸讲洗啥物礼？水摕落来，禁止伊来。总甲讲，你爱好考大学考试要拍死。最近开始这囡仔拢无来教会，嘛无来阮的查经班。我想讲无去啊，我毋得祈祷。有一日，就是有一个姊妹，我拄则咧讲的，敲电话，就是伊的老爸敲电话互阮教会一个姊妹，甲伊讲，我就是迄个送什么人的爸爸。阮查某囝即摆伫病院内面足严重，伊要求讲看牧师会通来甲洗礼未？伊甲我讲，即个姊妹甲我讲，我好啊。我后来去到病院才知影，即个查某囡仔读大二代志啊，伊是读 pre-med， 毋知啥物原因，若无叫阮人安怎？1年下期，伊
伊去念着2走人，发觉到的是，伊升到位第3期所以伊甲差不多啦，伊腹肚拢大起来我去甲看，因老爸就老目屎甲讲，牧师我来美国，我毋啥拢毋捌，阮查某囝若死了你敢袂当甲大汉我好，你莫，我就只是先带伊囝，奇怪，普通时甲讲，因查某囝已经分娩我去迄个礼拜即个精神足好诶。我甲问讲，你是即个牧师，我讲你我甲你洗礼，伊讲嘿，我想要信主耶稣会使无？我会使我照迄个手续甲问道理问了，伊讲伊要洗礼，伊要信主，我摕水行洗礼，行洗礼了，我搁摕油甲抹伊头壳壳我甲抹油的时，我忽然感觉圣经甲讲我要异地，我毋敢讲。我甲抹了，因老爸甲老母伫外口等我洗礼了出来，就甲我讲，牧师，阮囝若过身期作事要安怎创？我说你莫甲我讲这，以后才讲。我也袂当甲讲我有领受主要异地，我也袂当讲。你毋知影？我讲以后才讲。我讲你安心。我那个我转去了后，一定暗，过当日，这个查某囡仔家己敲电话我，过当日的下晡啦，家己敲电话，伊讲牧师，我就是某人，你参加洗，你哪？你即摆哪讲话遐有声？伊讲牧师，你才无相信我即摆转来，讲哈？伊讲牧师，你甲祈祷，甲我洗礼了，你甲我抹油了，我的水一直排走袂走，到下昏迄个，我过人足爽快。我甲医生讲，医生无法度相信。过当日去检查，医生讲你会使转去所以我转来。哇，感谢主，是这位置。了过几日，伊身躯较好势渐渐健康起来。伊讲牧师，我咧想要带我阿公阿嬷对武汉来因拢毋捌去对佚佗，我想要带伊去，万咱是佚佗袂使。我讲你身躯会使，我讲我这身躯足好诶。我好你着早带伊去你爸爸你来讲阿嬷身躯较袂晓，你带伊去佚佗了就转来。伊讲好，带我阿嬷去佚佗。过无1个月。因老爸甲我敲电话，甲我讲牧师，伊的主治医师讲伊即摆好起来迄足好诶，即摆爱赶紧进入化疗追踪啦。伊听着讲要化疗时，我心啊杂一个，我毋是医生，我拢甲讲你爱小心伊拄好尔，你要甲化疗敢好？伊讲医生讲的你话医生毋是神我就讲你爱去找 second opinion， 你还去找其他医生。我讲，敢有需要你还去考虑看嘛了？你知影咱伤过头，即个毋是讲。伊咧讲甲足绝对诶，讲你即摆爱乘胜追踪，爱去帮伊做化疗。医生甲讲，你若袂，我后礼拜甲你安排。我心内足艰苦，我一直替祈祷。毋过老爸，我爱听医生的话，结局，伊就甲安排去做化疗。安排化疗开始做，我开始无平安。去做化疗，迄日是拜5，迄日医生毋知啥物代志要较早走，
啊无注意迄个 dose， 迄个剂量，结果超量，啊甲注落去，艰苦甲足艰苦，啊随时袂使，所以即个查某囡仔还未 pass out， 就无还未昏去之前，甲伊爸爸讲2项代志，讲爸爸可能有法度啊。所以我甲你拜托头一人，你赶紧请张牧师来。第2项，爸爸，你来下面这个医生，唔通讲过，我一个主要带我转去。哦，迄老爸听到这个代志，老母听到这个代志，阿公阿嬷听到这个代志，哭甲。我去到位。这个查某囡仔已经破嘛，袂讲话，我点来传祈祷，了后这查某囡仔几点钟后平安离开，啊老爸老母阿公阿嬷，伫葬式了，哦，靠拍 video 啊，才等去中国做片情吼，全家到尾啊，洗礼信主。啊，过去了后，这个家庭就搬走，反正我唔知。伫顶个月，我接到电话，啊，陈牧师，我是啥物人？我你伫对，伊讲我住伫教会无人啦，啊，我敢袂使倒上来教会，我当然欢迎咯。即摆倒转来，全家一心来。所以我直接要讲一人，就是讲吼。当上帝医你一个人的时，咱的信心也无够，无对咧行，当时出问题。所以伫这里讲，主伫圣神印出来面，要将迄款医病的恩赐收束互咱。拢是主决定，有诶有好，有诶无好，我袂当讲大祈祷大拢好，这是主的代志。啊，今仔日。伫咱的教会内面，常常真侪人安怎？拄着问题，拄着病，真罕你头一个先由来祈祷讲主，求你帮助，我就安怎样做？所以基督真正帮助咱，当遮有咧讲有一个真强无圣神的医治，咱来注意。我有一摆吼，来有一个伫温柔教会。我是伫台语教会吼，咧讲圣神做工的代志，啊，讲圣神在做足侪代志，啊，讲了吼，啊，我就问兄弟姊妹讲，恁有啥问题无？啊，一个医生徛起来，迄个医生吼，徛起来讲落来，讲陈牧师，我要伫遮吼，甲恁讲一句话，拜托恁做牧师人吼，喙较少咧啦。恁吼乌白纸吼，恁拢免负责任。我有啥物代志？啥物病上帝今仔日医治，啊恁祈祷袂好，啥物货？你若讲这款医生拢无头路，啊你讲病医吼，无恁怎去病祈祷就好，我拢无免医生。哇！我听一个有影来，这外国医生哦，啊讲咧教会吼，惨啊！我也袂当改变，两个医生我毋是咧。你即款，我迄阵伫心仔来讲，主啊，这敢对？我袂当甲伊辩论啦。我主你帮助我要安怎来讲？啊，当我咧讲的时吼，伫边仔一个太太，老太太举手，我会认得，我问迄因妈妈，因妈讲我要讲话，安尼啦，我惨啊，妈妈要讲话，绝对要为着老师讲的。好，当然请你讲。伊总甲讲吼，伊总甲讲，我甲你讲哦，牧师，牧师，我要甲你讲，我要讲阮即个囝的代志啊，因为阮即个囝差不多4、5岁时啊，5、6岁我袂记啊吼，一摆破病啦，啊破病较足严重啦，啊因老爸嘛医生啦，啊因老爸甲我讲，叫我抱去互伊的一个朋友，我医生看甲看。
我抱阮即个囝去互迄个医生看，医生看了诊断了无效咧，伊拢叫我搁抱转来啦。我抱转来时吼，因老爸啊，总甲伊抱去迄个医生咧诊察的迄个眠床顶。伊老爸吼，看因即个后生吼，迄呼吸啊、呼吸，拢慢慢一直在停，目睭一直掉起哩啦，就要去啊。伊老爸讲到边啊，做医生，你吐气啦。伊讲阮小姑啦，就阮后生因阿姑啦，行入来，总讲逆上，迄日本来讲大兄。即摆为了办法祈祷啦，迄边仔都无办法啦，爱讲我啦，阮翁啦，阮丈夫啦，搁啥，甲迄个做阮小姑啦，三个人跪到边仔，我伫个边仔替祈祷，我毋知祈祷偌久，阮先生有听到吼，即个囡仔咧喘气的声吼，愈来愈大声，愈来愈大声，搁愈来愈平静，愈来愈稳落来。阮后生，阮先生又爬起甲看，怎活起来呢？就是伊啦。因为我迄阵吼，特别讲我迄阵无客气，我甲迄个讲某某医生，你家己本身经验真正，竟然你伫上帝圣殿内面加起来叫人好认真正。你伫主的面前爱认罪，我迄阵讲的足大声。我无啦，无我是讲惊吼，话语我误会，我误会啥？所以兄弟姊妹，我是想要甲人讲，圣神得救的事，为主先做咱自己。是一个足重，所以伫遮讲啥呢？讲医病。我甲你讲吼。即款新药、即款技术吼，伫美国无济啦。是啥物原因？信心有关系。新药技术一大堆，伫非洲、伫中国，啥物原因？你都无病院啊，你都无医生啊，你只有我个做尔。所以倒变。所以咱这边讲有咱较文明，所以咱无需要信仰，毋对。比起来是咱较无信心。所以你知影你会记耶稣基督无？定来惊信仰的无？伊病看过一条对不对？伊敢若一个所在做袂出来，对。等于因故乡拿撒勒无法度啦。你有发现一人哦？耶稣讲啦。讲伊伫拉萨勒嘛袂当做啥物货呢？是啥物原因？因为拉萨勒人拢捌你讲即古早老皮到阮兜阮才出世的，无相信伊。伫无相信的中间，耶稣竟然袂当听信仰，所以毋是上帝袂做工，是因为上帝做工的是咱好人。这是今仔日教会的贡献。所以基督真正茫然吼，搁来讲行异能啊，行异能吼，即款医的方式有真侪奇妙的代志要发生。兄弟姊妹，你要确信讲上帝今仔日会做这代志，对哦。我去中国来了个时，看见一个老兄弟吼，伊做一个见证，就属于讲伊捌一摆。对一个庄脚一个老牧师去领报道，迄老牧师吼讲惨啊！我一项足重要的代志吼，袂记起来。到伫庄脚吼，来回一日的。迄个老兄弟吼，迄老兄弟，你真趣味哦！讲叫一个少年来，讲少年你来吼，我替你祈祷，你转去阮兜摕。你讲来话一日的，伊讲免啦。你听落敢若足奇妙，我替你祈祷。
啊，你去的时候，你目睭紧的时，你会看到一间厝，已经厝是阮兜，啊，你去的时拄着一个太太，迄个太太是阮牧师，阮太太，啊，你甲讲你要提啥话，啊，提放伫倒位，伊会甲你讲，啊，伊就会互你，啊，你才倒来。伊叫伊目睭轻个出来祈祷的时，这少年拢无用的。啊了，真正伊目睭紧个到伫遐，啊，摕着了，就随转来。伊有发觉讲，嘿。啊！你讲这毋是想要做什么？想要做奇门遁甲？我跟你讲哦，魔鬼会当做，上帝讲你会当做。啊，过来，而且做先知，做先知是啥物？而且做先知有三个意思。头一人是讲上帝话，做见证，讲圣经的真理。那第二样是啥物？而且做先知是啥物？而且所咧讲的做先知，是毋是做见证来听，会通发预言，帮助人，啊，互人会通得到稳定。新约时代的先知，你若根据哥林多前书14章第20、第30讲啊啦，先知是要做啥物？要做安慰、造就、劝勉、安慰。造就劝勉，这是先知。啊，有当时上帝将奇妙的事甲你启示的时，互你会通发出迄个奇妙话来帮助人。包括啥物？包括行异能，这种合作伙的。啊，要操练这无简单，爱去真正伫做的物件。啊，有这个代志有。我听一个真趣味，我就讲有一个牧师去参加一个茶会啦，啊去参加茶会时哦，伊迄落做讲要迄个咧操练，迄落做先知啦。啊，圣经甲伊讲好，你若要操练哦，即番自会煞，你去迄个门个边仔啊吼，你伫遐等。啊，有一人要出来的时候，你甲讲一句话，不管你两啥人，伊若出来讲一句话，讲你等下要去做的代志，你毋通做，讲要操练做先知了吼。哎，讲我做你是要叫我讲安尼尔，毋会对。讲这敢会套用安尼咯？诸国光说有一。我来操练资金，遐个我出面个茶会厝会煞，啊，大家拢款要转去吼，啊，伊总走去迄个门迄个所在吼，啊就遐等，啊，真正一人啊匆匆忙忙啊要出来，啊出来时候，看到一个，啊就讲兄弟，小等下吼，我吼即摆在操练圣事，要对我讲话啦，啊，我拄则有听一句话，圣事甲我讲吼，你即摆在遮等，啊有一人要落来吼，你甲迄个人，不管啥物人，你著甲讲一句话就好啊。讲啥呢？讲你等下要做个代志，通去做安尼就好啊。即个是个，我若甲你讲这啊，对你无 make sense 吼，对你敢若毋知你讲啥，你甲当做笑的好无？吼是个，我讲了啊，我结束啊吼，安尼，你怎么迄个人总讲你呢？你讲圣经甲你讲的，你讲是啊，你讲一摆，你讲圣经甲讲，你等下要去做的代志吼，毋通去做啦。你插一个伊讲，哦，哎，总讲我你是啥物人？啊，这个要甲讲，这人讲我著牧师啊。啊，这个兄弟又讲，啊，我嘛是牧师，啊，两个牧师都牧师。啊，伊就甲讲我讲这话对你敢有意义？你想要你敢知影？这个讲这个牧师，伊讲，咱来边仔，咱来祈祷好无？伊讲好啊，去祈祷的时，这个讲这个牧师讲安尼，你敢知影？我要转去要对，我吼。已经甲我的教会秘书要好势啊！
阮两个要私奔啦。啊，即个代志若做咧到咧，阮的教会会大变出来吼。啊，迄我已经无去了，我要爱即个甲即个查某人做伙。圣神通过你咧甲我警告，两个归落来，真侪悔改，求主赦免。啊，即项代志我要甲你讲起来，姊妹，阮做先知，祈祷的中间有人是圣神甲你感动。啊，咱爱小心，有个人会甲这当作是想要算命的。啊，这个代志改成算命的，我是想要甲你讲一个真重要的原则。教会若有，啊，教会我嘛有，我要甲你讲一项吼，爱小心，伫教会内圣神做工，只有是圣神的内面，圣神啊伫教会内面有即9种元素，啊，外口嘛有。是魔鬼卡的，你捌听到迄落做铁口直断无？迄算命的，偌准拄偌准。圣经甲咱讲，毋通去找算命的，迄是对啥心态？所以，直接要做，我做出有啊！你知以前有一个牧师吼，有一个牧师，伊逐摆若去聚会时、开会时，伊拢叫人摕口啊吼。啊，拜号1号2号，啊，共祈祷，啊，共发预言吼，做先知的文书吼。啊，有人甲创建，创建你听有无？你甲捉弄吼，一共100个，啊，一个伊都摕头前摕10号，啊，伊甲祈祷了，啊，甲讲预言了，啊，佮再去摕80号，啊，到80号，伊要看讲你讲有对。我知啊，所以我甲这个牧师讲哦，你有通收缩啦，你无拄着人，就要共发预言，有个人无一定会接到你，除非你家己真正有把圣神甲你讲这个话，若无你乌白人祈祷，伊讲我有圣神伫我内面，我讲的拢嘛真诶，无拄呢。我像你用掠包，我讲我拄则10号讲诶。甲80分共人，啊！你讲无共款，啊！你用掠包啊！除非你真正有把迄是对圣神来，所以你即摆你操练者即款元素，足侪问题。啊，所以为着你足侪教讲啊，莫插较好，有足可惜。遮尔好的元素总有去。啊，搁来辨别主灵，分辨主灵，哦，这是足重要的。分辨主灵。因为教会有新款的人，伫教会内面运作，爱足小心。特别咱的教会，你若要欢迎圣神伫教会内面运作的时候，写真万字啊作为咧，啊，咱常常会惊讲唔安安尼，唔免烦恼。你若我个主，大家三角学习啥物分辨、辨别，拢无问题。啊，这是操练甲圣神合作一个真重要的方法，分辨主灵。我有一摆去参加一个特会，特会吼，大家拢在讲方言啦。我日语的时候，大家拢知影我是牧师。我安尼行一年过的时候，我特别有注意一个。兄弟甲一个姊妹，坐伫无共位。啊，个兄弟坐落去的时候，我坐伫个边仔，我听伊在讲方言。啊，了后我安静，我手放伫个肩头。啊，我讲一句讲主啊，这敢是你的话？迄个兄弟随点的。啊，我牧师哪会啊？我讲兄弟，你这毋是对圣神来，我小心。啊了后，我惊迄个姊妹啊，迄个姊妹哦，迄个姊妹咧讲方言的，声音甲调，甲迄个调哦，哇，甲讲完都共款的。我惊我会甲迄个姊妹讲，我嘛问讲，主啊，这敢是你的话？佮调伊无会，伊讲我哪会？我姊妹你也小心，
你所领受的无拄拄是对圣神来的。咱爱三甲学习，也要去分辨圣神的工作。啊，圣神的工作绝对袂违背圣经的真理。有一摆，阮的教会有一个姊妹讲道，伊就好讲道啦。啊，讲道了的时，伊讲啊，你讲我昨暗吼做一个梦，阮教会有一个过星期的兄弟吼，伫2礼拜前过星期的兄弟来甲托梦啦。哦，我圣神的梦呢，伊讲迄做异梦。我有迄个兄弟甲我讲，叫我来去关心对一个姊妹安尼咧。啊，我伊甲关心哦，拢无人要关心伊啦，干那我伊甲关心尔。好，我迄个姊妹听，我关心了偌欢喜咧。好，我即摆心情偌好咧。我的兄弟姊妹礼拜煞随甲我讲，我一直无伫咧，我水外口带领会啊。啊，伊甲我讲，牧师有即样代志，啊，你感觉呢？我讲迄毋对啦。我甲迄个姊妹讲，你这吼，迄毋是异梦，迄是乌白梦。哦，我听足无欢喜。伊讲我追求上帝啊，圣神充满，你讲我这乌白梦。我讲吼，你倒转去看圣经的真理内面。我讲圣经内面吼，耶稣无爱互过往的兄弟啊姊妹，倒转来传福音啦，无这代志。伊讲无处理到有圣经的故事，我有啊。耶稣有一摆讲一个故事会记，有一个好野人，啊，还有一个善良人叫做纳撒路，会记无？啊，纳撒路真可怜啊，做乞食，啊，身躯生儿，生汤，生迄个做鸟仔吼，啊，老人，伫桌顶捡食物乞食尔，啊，结果两个拢死去。啊，好野人吼有壮实，好。伫好梦内面，啊，即个乞食吼，圣经无讲用台咧，可能因为都散哦，啊，就从拖去到山坪遐，互到坡，啊，总是人无啊管，一个去伫后壁人的身边，啊，一个咧落地狱，伫阴间的所在足痛苦。啊，伊看到垃圾路的时，伊讲我的祖啊，后壁人啊，你吼。拜托，叫垃圾路摕一点仔水，救无我。后尾仔讲无法度，我直接到你遐种呢。但是话你有足深的上面的意义，啊那呢，将来伫灵界内面，无距离，无距离啊，看会着，听会着，毋过活袂着。啊，伊甲讲，啊无啦，无拜托吼，你叫垃圾路。即摆叫我转去，我有兄弟，以后嘛莫再来。啊，耶稣讲啦，耶稣讲，迄个毋是耶稣，迄个后壁人讲啊啦，讲无法度啦。伊讲无啦，你若叫伊转去吼，叫我吼，伊就是，啊，你讲耶稣伫咧故事讲啦，讲。若有先知甲摩西律法在传，啊，伊毋听，佮叫一个人对死讲话，嘛无要相信。所以现今嘛，你伫遮代志，你发现一个足条件的代志吼，上帝袂叫世界人来托梦做啥物代志，你检查伫世界，迄个做其他灵界内面有。伫咱圣经内面，所以，伊个分别主灵足重要，袂乱，袂偏见，因为魔鬼嘛想要来做其他的方言，啊，佮来讲方言，这方言讲得伤长咯。但是话，咱中间会晓讲方言，请举手无？我会啦，我会好。讲方言吼，迄毋是你去学的，迄方言是圣神想出一种语言。啊，咱足侪人毋知影方言是啥，所以吼听人讲爱方言有影啦，啥，
咱咧好人圣经内面上帝要互咱的文书。方言是啥物？是圣经指示的。方言是要做啥物？方言拢总有几啊种可能性。头一项，方言是外国话，就使徒行传讲，第二章讲圣经降临的时，因安怎？因开始要讲别国话，讲别国话，伊要做啥物？要传录音做见证，为了所做见证。真趣味吼！我捌听一个人咧讲，我有一个朋友，伊的同学，真个毕业了，上帝甲伊讲，我要叫你去南美洲传录音。伊讲主，你咧开玩笑，我也要讲西班牙话。就讲你去就会啦，小可学几句啊尔。讲你去就会，真正去到位了，性情充满的。伊毋但晓讲西班牙话尔吼。佮你知影西班牙话伫南美洲吼，每一国的口音拢无共款。就敢若像咱咧讲台湾话吼，台北的甲高雄的讲无啥共款对无？伊真厉害哦！伊伫即个庄头咧讲西班牙话，拢有迄庄头的口音啦。去隔壁庄佮变音咧，伫遐做足好的工。所以方言的头一项是啥物？是外国话。过来第二项，方言是啥物？方言是祈祷的话。款祈祷的话，毋是你普通咧讲的。你即摆咧讲的，这是啥？理性的话啦。方言讲真清楚是对的，是伫迄个做14章，哥林多前书14章，讲方言讲足济。保罗伫遐讲啦，我讲方言拢比恁前更较济。表示保罗跟你祈祷的是家己需要祈祷的，拢去讲方言。迄是种祈祷的话。即款祈祷的话安怎呢？你家己个人甲上帝咧通，你会使讲。迄是啥物创啥？会带出足侪奇妙的快乐，甲真侪启示。我有一摆甲罗川牧师咧合作吼，迄阵足无闲，我搁伫新南去教车，了后搁再甲伊去足侪所在咧训练，了后逐位拢爱驶车，我礼拜吼无闲甲困都无啥通困，我足惊驶车出问题。我讲主啊，我无法度叫有免咯。主啊讲用方言祈祷，规条路我家己用驶车尔吼。一直讲，我毋知你遐有呢。我才头一摆体会，讲方言中间主享受的快乐。所以方言的另外一方面是啥？是祈祷的话。你私人咧讲，毋免学你。第三款是啥物？第三款是上帝通过一个人，咧讲出上帝的话，甲上帝的心意，甲伊的祝福。保罗讲，若伫公开的场合，有人徛起来讲方言，绝对要有一个人翻方言。所以有人讲，你讲方言就要翻译，毋是。若你私下你个人祈祷会免。毋过你若伫公开的场合，忽然间你有圣神感动，你徛起来讲方言，圣神上时会准备一个人伫边仔甲你翻译。所以这拢袂走闪，这袂讲黑白单，无毋是。圣神是足有特殊的。我有一摆，差不多20工前、20几工前吼。你知影恁加州有一个足出名的牧师叫做 John Wimber， 伊的教会叫做Vineyard， 就是做葡萄园教会。伊拢定来开特会啦。我甲来参加伊特会，伊特会一摆拢3、4千个人。种微博吼，足有信者基础拢伫个身上。伊家己着岩，遐着好，迄个做好诶啥物话吼。伊着岩对伊不是一回事一样啦，伊着甲足侪人，同样所名，伊伫
为了伊病温厝，哎呦无了怎怎？我真注意哦，伊甲主讨要医治的时候，主来讲我即摆要你强逼哦，啊我爱你去病院叫医生看，啊若叫医生看吼，你爱去照医生番禺去做化疗，好，艰苦到要害。啊我迄摆去参加伊拄化疗了，然后我强逼落来。 安尼呐，伊谦卑落来了，伊就伫遐会晓安怎样带上帝百姓。啊，有一摆咧伫会时哦，伊是有伫遐无我毋知。反正即摆站诶，即摆学了到足好足好，到真深诶时，忽然间大家兄弟姊妹坐落来吼。 我离我种诶，差不多30公尺所在，有一个人徛起来吼，那种开始讲方言。哎，因为我毋捌听到遐尼水、遐尼好听诶话，方言，足水足水诶。啊，然后伫我倒去边遮吼，啊，二种诶吼，有一个人徛起来，讲圣神只有甲我感动，要甲翻译伊诶话。啊，了解伊翻译出来了吼。 全体的人，包括我，拢受足大的感动。啊，大概我到哪会记的？伊翻译起来讲话，主安尼讲，我的百姓，恁的敬拜，侪人拢出于恁的心在敬拜。我知，我真欢喜，我也感觉。 我要大祝福你，当恁用真正的心服侍我的时，我要大用你。大概意思是安尼啦。哦，足侪人包括我感动甲。所以迄个方言的目的是要什么？是要造就教会。所以我直接要甲你讲哦，方言搁再有足侪，我不是安尼要求的讲，方言搁是精简的方言，搁是。 祝福的方言，啊有俄罗的方言，啊你讲俄罗方言，一直你俄罗方言到尾也变做啥物？变做灵歌啦，灵歌。你毋知捌听无？我参加电话时吼，啊忽然间，咧主持的人吼，就开始唱灵歌，啊唱灵歌起来时吼，我内面就开始唱灵歌吼，内面毋知差不多20部、30部，啊毋过逐部安啊。 拢配啊，我足水，啊毋免琴嘞。哦，迄像迄足好的 symphony， 迄个交响乐，比交响乐拢叫啥？搁较好。圣神家己伫遐咧带，对方言进入唱灵歌内面。哦，迄敬拜了出来吼，搁较久都袂忝。这叫做啥？ 讲方言，还方言，所以这9种文字，但是话你教会到底有无？你个教会底曾经，差不多咱嘛无啥听到，啊嘛无啥敢讲啥，啊这个物件拢放伫圣经内面咧保障，毋过教会无人敢用，无数嘛毋敢用。啊，我直接要甲你讲吼，你知影好，啊教会要饲。 慢慢啊来免看，啊，谦卑，互相看主的恩赐。啊，当你开始咧想要振动的时，注意谦卑顺落伫主的面前。最后我直接要甲咱讲吼，请问你有想要得到这个文书无？刚才几个人点头呢？无使我咧讲。 我问大家人是咪讲主啊？你若要互我，我嘛欢喜。因为圣经内面讲一句话讲哪？讲圣神照什么？照伊的意思，将伊的文字给分开。你会当求，有圣神，有决定权要将什么心所来。我最后请恁来看一条圣经好无？ 我还袂讲了咧哈，这段时咱到几点？7点。啊？
7点。7点5，咱来看哥林多前书13章，12章啊，12章，哥林多前书12章。第10页有。哦，第10页有吼。哥林多前书第10章、12章，是嘞，内面无啦吼。伫伊后壁的所在，咱来看哥林多前书12章的第27节。哦。27节。哥林多前书第12章27节。哥林多前书第1章27节。12章27节。有显着，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我来读。恁就是基督的身躯，并且各自做肢体。上帝的教会所设立，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搁来是是得到文书医病的，帮助人的，地理书的，讲方言的，就90讲。兼拢是使徒嘛，兼拢是先知嘛，兼拢是教师嘛，兼拢是行异能的嘛，兼拢是得文书医病的嘛，兼拢是讲方言的嘛，兼拢是翻方言的嘛。啊，扫到一节做重要，扫到一节你注意听哦。恁着切切求迄个搁较大的文书，我现今将最妙的道路指示你。你读到这了时候，你发现讲，哇，拄则咧讲迄9个文书，大家拢也毋是上大的文书哦。啊，你若继续读落去哦，第13章开始讲啥呢？讲我若讲万人的方言，并天才的话语，却无听，我就成了啥？但会落险会拔一般。我若先做先知啊。讲道的文书也明白逐样的奥秘，逐样的杂物，搁有专备的信，叫我会当移山。若无听，我就无算到是啥物。哈！你读到这时，迄文书无重要啦。一个上重要的文书是啥物？听，是毋是？你读中文的圣经，安尼读对毋对？是毋是？都无人答你，听我骗。你若安尼想，变做听是文书，安是上大的文书，你其他无需要听就好啦。即摆你若读几啊去吼，我来讲你读6个。你无书，无使落做保罗直接讲遐就是文书，讲有只讲遐无重要，较重要是听，所以大家去听就好个。你若安尼看圣经，有一条无书你讲，他袂讲。是啥呢？中文的圣经发生个问题。我请你过来读一摆。第12章的31节，保罗讲啥呢？恁着切切求迄个较大的文书。只有2项代志哦，文书毋通小求啦，求愈大愈好。迄个文书伫英语叫做 gift， 礼物。你若注意读经文的圣经，迄个 gift 是啥物？加 s，gifts。意思啊，保罗咧讲哦，头一项毋通求少，第二项求愈济愈好。保罗伫遮讲毋通少求啦，拼求，大胆的求。保罗要讲，我要甲你讲一个上奇妙的方法，就是啥物？你爱心来有听，听，请你注意，请即句，人逐句拢袂记，我记即句拢袂记。听毋是文书，听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听是基督徒的本质。
保罗伫遮讲有真多因素足重要，甲注透。从是迄个上重要的基础、上重要的栽培是啥物？你有听，遐个温数才会当考虑出来。你若无听，你求较侪温数无路用。所以你要求足侪听，要足侪温数的是无要紧。你先爱求你的生命的本质有耶稣基督的听。安尼，唔知清楚？安尼唔知清楚？我唔知讲了有对无，大家拢唔介意，有影？所以兄弟姐妹遮注意吼，所以保罗伫遮叫咱不会温出一大堆，你当嘛通讨。当然，现实的教育温出要互咱，教育要互咱啥物会伊，总是伊讲伊脑要求的。你知影吼？伫圣经内面甲咱讲吼，咱到伫上帝面前，上帝是足慷慨，啊，佮足爱互咱的。你会记伊丽莎，有一个学生的太太，走来甲伊丽莎讲老师，我的丈夫就是你学生啊，最近破病死，阮兜拢无钱的，啊，阮吼即马问题了，债主要来赶倒钱，要甲我两个囝来去做奴隶咧。那老师你要安怎样？伊丽莎问讲恁兜有啥？伊讲阮兜剩一点仔油。啊，伊丽莎讲好，你去借厝边隔壁借房啦吼，借会当缀的物件。啊，伊丽莎个交代一句话，毋通少借，借愈济愈好。你即嘛请注意吼，上帝恩典的，借愈济愈好。啊，借来了，你家迄罐油倒，迄倒袂了。啊，所以，先帝学生的太太回去，叫两个囝去借足侪饭吼，足侪底，啊，就开始倒，啊倒到逐位拢惯啦。伊甲咱发声讲，搁摕来赶紧。啊，伊囝讲无啊啦，迄有点去啊。另外，保罗伫遮咧甲咱讲的，咱的上帝是大甲你毋知影偌大。迄个温数到伫你的时，你要用啥物去食？上帝恩典，我讲兄弟姊妹，我想问记一个，上帝恩典是啥物？在你体。啊，若讲上帝恩典，即摆要互你，你讲我毋免偌济啦，我就一喉茶就好啊，一喉水就好啊。你去领迄个恩典咯，你就一喉。啊，你若讲吼，我一喉伤少了，我要看大面桶，你去接一面桶恩典。啊，你若讲一面桶也无够，我要驶一台水车去底，你就底一水车。啊，你若讲我感觉无够吼，我要伫我甲上帝遮吼，牵一条派，我转就有。你嘛会当安尼呢？看你的心伫主的面前偌大，你就会当伫主的面前领受偌济。所以主直接讲安尼，不要少求，毋通讨伤少。你伫主的面前，你放心，甲主讲，主我拢爱，啊主会照咱的心意，照咱信心的分量，互咱买做物。啊，上起头袂真济。啊！你慢慢操练，操练到你甲圣神合作到真好势时，当你真好主用的时，真侪温数拢要通过你伫这点面做。所以我伫遮要甲你讲吼，敢甲主讨，而且上着迄根基是咩？我要甲主讨，啊，求主先塑造我的生命，我的所有生命里面是咩？耶稣的本质有听。了后，老师讲一摆，足我感动的故事。伊有一摆去台湾的迄落做原住民遐陪报道会吼，陪。如果报道会了，有一个迄摆吼，我有一个英国宣教师对伊去啦，迄是女的英国宣教师。了后吼，大家拢伫迄个所在，
你祈祷爱讲迄个上告诉我，一个上告诉我，迄个路一个路上告诉，看到一个姊妹坐伫咧头前遮吼，迄目屎高甲目睭吼，拢高做一伙，伊目睭迄个化脓啦，毋知啥物病吼，规个目睭拢肿起来。真正做伊要医治，伊就医治。你敢知影吼？罗牧师甲我讲，无啥人敢怀疑迄感染的。讲，即个姊妹吼，用即个姊妹名叫美琪，伊讲我伊感冒的吼，就讲叫人翻译，讲我足疼你，主耶稣嘛足疼你，所以祈祷吼，种伊的目睭一直歪，罗牧师讲入边，拜托你唔通歪的。不过，伊一直挖去，种真正用伊的这边的面颊吼，去打伫伊迄个破艰苦的所在，开始替伊祈祷，祈祷几分钟了，伊个转去，大家想讲这个英国人，这个讲这摆等于买是感染，你毋知系是啥？罗牧师讲，因伫迄个所在看，到迄个下晡要结束的时，迄个着病之外，目睭完全好。即个英国人有着感染无？伊讲，请的内面所发出的祝福，所发出的医治的规律，是咱无法度人想象。所以我伫遮咧讲，遮尔侪温书圣经要互咱，迄个目的是啥物？当咱为耶稣基督要听的时，迄个新约基础就对内面发生出来。乃是圣经一个真重要的规律。我伫遮要佫讲最后两项吼，了后我有一个愿望，恁若是有愿望，我伫遮等下要请咱的迄落做示范吼。我有一个期待，问你唔好着惊啦吼。听了后，我讲袂歹，当然就无代志。我我敢讨，我甲主讨讲，主求你帮助，今仔有限想的，大家遮会当求圣神帮忙。我毋知你捌圣神经验无？你欢喜互圣神帮忙。这方面毋是我，咱甲注册。佮刷落去，圣神有遮温顺的目的，要创啥物？毋是要互咱感觉较爽快，毋是要互咱感觉讲咱加较牛，毋是。要建立啥物？起着教会来建立啥物？建立合上帝奇妙作为的团契。听即摆，请咱来记这点。教会是一个团契，是一个开脑尔。迄个团契是啥物？是耶稣基督的内面的肢体合做伙，要起着上帝。这个上帝国的一个目的，要互咱啥物？耶稣基督的厅内面，大家彼此体恤，三角扶持，然后要创啥物？然后要成做上帝会当征战的百姓。头一人我讲啊，伊要起做一个教会团契，团契真好起做起来，毋是讲咱大家讲你好我好你听我听你大家伫来教会内面相听安尼，无爱行出去，爱为着做见证，开拓上帝国，拓展上帝话。所以你敢知一个有生命、有圣人咧做工的教会，一间过一间一直出去。我是昨下有甲咱讲，迄个高雄，嘛毋是高雄，伫台中有一间叫惊奇教会。你用惊奇教会即摆几万的会友，因去中国大陆，哇，几啊万，拢少年家啊！这是咱长老出身，去开拓的。伊讲我伫长老的体制内面哦，袂活啦，所以我家己圣神出来，爱我去开拓。
所以足侪人伫迄个1个教会里面得到得救。所以瓦克主建立团契，迄个团契目的就是要请做耶和华上帝军队出去征战。所以教会爱有异象啦，迄个异象对倒来，对牧者、对长老执事，当咱同心合齐伫主的面前，甲主讨的时，主要收束，毋是啥物人搞，是主在做代志。所以咧，团契的建立是通过祈祷、敬拜、教导、宣扬、服务，迄个基础是对圣经的真理。咱检采咱两间教会，我看咯，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建立一个团契生活有啦，大家骨子袂歹，拢有咧做。毋过讲要诚做车牌，互咱出去外口共做见证，共讲传福音的吼，咱可能较无啥教。除非你食好打药啊，食啥个好打药啊？食圣人的好打药啊！其实传福音吼，毋免讲足侪话，你若会晓学习圣神的规律，你甲圣神合作，圣神要透过你行奇妙的事，包括赶鬼，包括帮助人个病得着好，帮助人个问题拄着解决。我甲你讲吼，你会当真做上帝精兵的。比方到20年前，有一个太太来哦，伊是广东人啊，伊也袂使晓讲，袂使讲北京语，你讲的我吼敢若有几句我听有尔。我问讲，我咧讲到你听有无？伊讲我嘛听无。不过逐礼拜来礼拜，礼拜煞。阿叫阮牧师替我祈祷啦，我后来才晓我知影伊家庭足侪问题。一摆我讲因后生互袂爱看啦，我讲是安怎？讲因后生袂毒啦。我才发觉这家庭问题有够侪。好，逐礼拜来祈祷，逐礼拜来做礼拜。你毋知影？因后生后来佫去甲一个查某人交做伙。生一个孙，迄个孙生出来了吼，迄个女人就走倒去，甲这个孙拢放等互伊，后生讲，我讲无我带转去中国，结果老师来看，我这个老太太顾这个囡仔，这个孙，逐日抱来，摇，我讲我这问题遐大，就免甲主就免甲因带。你毋知影吼，我袂当做啥物，教会也袂当做啥物，我教兄姊妹敢若较听，敢若欢迎伊来。你敢知即个姊妹哦？即摆北京有足够讲，到处做见证。迄个家庭，毋知安怎样上帝甲伊安排到遮好势，人拢好势，因丈夫佫对中国来，两个翁仔某斗做带做伙，囡仔已经大汉者。你会发现讲，医生来，毋是语言，伊甲我伫遐会当经验耶稣基督的听，我嘛袂当来帮衬啥物。我主家己咧做奇妙事，赶鬼，我伫纽约内面哦，小可有名啦。赶鬼拢会去拢会来找我，毋是我的观念，毋是我外头，因为主欢喜演我。我几个故事讲对，我有一摆去厦门，去晋江，爱讲厦门话哦，爱去对差不多30几个牧师，迄个做上课，上课了上到下晡5点外6点，我看差不多咧，结束，结束10暗时要开始啦，5点外结束的时，我是讲我牧师娘，我毋要叫来食饭，我牧师娘我做伙去。
我找无人，我毋可能去咧困咧时差的款啦，拢配去图书馆吼。我想讲伊咧困，结果毋是咧，伊甲迄间教会牧师娘吼，伫遐咧甲一个查某人讲话啦。我看住讲要食饭啊咧，牧师讲等下，好，你做你讲。我要找个牧师，我等下，我啥物代志？你甲即个人祝福一下，即个姊妹祝福一下。我好啊，你毋知我甲祝福，迄姊妹坐咧吼，我甲环头祝福。我甲祝福祈祷几句话尔吼，好，迄手啪，拢甲弹走咧，弹走，我目睭银哦，我就讲，你啥人？你毋知咧？伫个内面，一查甫的声，我是玉皇大帝，是玉皇大帝啊！你毋知我讲，你玉皇大帝，你还无够大啦！你毋知我啥人？我讲你毋捌我，我怎会甲你介绍？我就是哦，真正天顶的真神哦，会钦差大赛哦，我是钦差大臣哦。我就要祈祷，我做祈祷的时候，你若搁甲我动一个，我讲我会叫你吃不完兜着走。我祈祷，你毋知影吼，我乖咧，我祈祷了，现前甲我讲你会使走，搁煞你问个无顺利去处理。我知影了后尾做偷房的工课，这查甫人无大压啦。我就走，过差不多20分钟后，两个牧师娘欢喜落来，好欢啦！迄个姊妹得着偷房转去啊！我问迄个牧师娘讲，这是恁教会有？伊讲，伊讲毋是啊。我无是啊，伊讲我嘛毋捌你。讲是安怎？伊讲，这负责人讲，伊行过遐过啦，有一个声甲伊讲吼，你吼。是毋是你着偷房？我就入来，入来的时候，就问讲，恁遮有啥人会啥物代我吼足艰苦的，我所以有啥人要甲救我？迄个牧师娘，我甲我牧师娘讲的，我来，就我替你祈祷。伊现在就偷房，伊真正真做地球的人，所以兄弟姊妹有足侪真奇妙的代志。你会记得我拄则甲咱讲一句话再去啊？我讲耶稣基督，伊是啥物？伊是弥赛亚，伊是啥物？伊是基督，对不对？伊来世间做三样代志，头一人宣传上帝国，讲道对不对？讲真理。再来第二样，伊创啥物？伊做大祭司，救赎咱，对不对？医病官，医病对不对？搁第三，伊赶鬼，搁差派人，是毋是？这三样代志是啥物？是代表伫旧约圣经内面，伊是先知，伊是祭司，伊是君王。即个现今嘛，现在会记一句话：耶稣倒转去了，伊讲我要将这拢留恁，我要将这个文字甲这个困难，要互恁，恁会当做啥物？恁代表我做先知、做祭司、做君王，所以今仔是伫教会内面应该有这三种能力伫教会内面咧发挥。我甲恁讲吼，最后一个重要问题，我要问咱讲听得清吗？耶稣基督哪会讲即句话？耶稣讲啥？你毋知？讲我做，你嘛要做。我甲你讲吼，耶稣讲即句话，是审判恁耶稣讲即句话，因为伊将权柄授予咱。请咱注意哦，耶稣做即句讲即句话，真奇妙。我要请问咱，耶稣做即个代志，是因为伊是上帝囝。第二个，上帝，迄个啥？第二个身份哦，第二个位格圣的上帝的囝来行神者做这代志，是毋是？
是不是？绝对不是啦。耶稣那是因为伊是上帝囝，伊行神业，伊迄落做啥讲道，伊迄落做看鬼，你也做袂来，我也做袂来，你也毋是上帝囝，咱是伊答袂，咱都毋是伊生咧，咱都毋是上帝咧。所以耶稣做诶代志，若是因为是神，伊做遮代志，咱遮普通人哪做会到？不过耶稣讲，我前日看约翰福音14章好无？前日看约翰14章。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14章12节，约翰福音14章12节，约翰福音14章12节，咱斗阵来读讲。我是实在甲恁讲，我所做信我的人，嘛要做，并且要做比这个更大的，因为我往爸遐。伊还是话，你若开公司安尼，会愈开愈大啦。了，咱若假使讲吼，咱讲吼，就讲咱一个师傅吼，有10个迄落是啥？迄落做武功吼。你想伊传落伊师啊，传几个？传9个就好，是毋是？9个了，搁传落变偌济，变8个，搁传落是偌济，7个，传到尾拢无去，变掉去啦。所以耶稣是要讲，信我的人要做我做的事，毋嘛安尼，要做比我做较大。安尼耶稣的国度会愈大啦。耶稣讲安尼，咱讲你是上帝囝，你要做迄做代志拢嘛无问题，我毋是啊。什么原因耶稣安尼做？你知无？耶稣讲这个英文，因为耶稣甲咱讲，伊毋是兵，伊是上帝囝，伊甲圣人合作，伊做一个上好的典范，上好的模范。伊安怎甲圣人合作？咱这时代佮安怎甲圣人合作？圣人安怎样用耶稣基督行大事？嘛，这个时代照常要用咱行大事。咱跳舞，咱跳舞。我请恁过来看马太福音12章28节。12章28节，底下讲啥？马太福音12章28节，耶稣讲我靠什么？圣神安怎样？赶鬼？你我去讲耶稣毋是，我是上帝囝赶鬼的，伊只讲啦，我是靠圣神赶鬼，我甲圣神合作，所以我安怎样甲圣神合作？要做一个模范，互恁看，恁若学我的款式，圣神嘛要用恁做什么？做恁，我就叫恁做的人。所以今日耶稣基督，伊是弥赛亚，伊是基督，伊在做3项代志，这3项代志拢我靠圣神，耶稣做一个好的模范，你今仔日会通甲圣神合作，你将你的心拍开，欢迎圣神伫你内面改变你的生命，欢迎圣神用你做器具，你会当做耶稣做的通。因为这是我讲的，这是主讲的，所以唔通看轻你家己本身。阮教会拢老人一大堆，阮教会也无囡仔，阮教会也无啥物，至少你教会有你。你若会祈祷，你若会倚靠主，你敢知影主要透过你来复兴你的教会？迄叫做啥？叫做突破。所以对更新，
到什么所在？活出基督，啊了更新，啊了突破。我兄弟姊妹，我这讲这吼，毋是我家己讲的咧。你若好读圣经的时，你发现耶稣基督的圣经内面太侪宝贝，可是咱拢无去学。啊，咱拢靠家己的头壳，靠家己的想法，所以想了一大堆，啊，结果无判做会出来。我会记我细汉的时候，啊，见伊迄落我咧装卡人咧做红娘吼，啊咧卖药啊，讲恁老大人吼，安尼吼苦咧吼，啊爬起满天钻金条，啊买衫无半条，我印象足深的吼。我即摆小可会感觉的。你我毋知影你讲，我头壳一大堆咧想要创啥，啊爬起拢无一项会做你。迄叫做梦啦吼。毋过我要甲你讲，你若伫耶稣基督内面袂安尼啦，你伫耶稣基督内面自灭。我讲一个足短的故事，阮听。有一个老姊妹，已经足老啊，破病倒伫病床的。我以前毋知捌讲，啊袂好势，啊毋过伊伫做诶物件，讲主啊。啊！我这个老大人也袂当创啥，也袂当去教会礼拜，袂当创啥。我要安怎服侍你？小可咧家己咧自怜自爱哦。甚至家讲问讲，你还佫有一支喙，敢毋是？我讲对啊。啊，你敢无法度将你的朋友的内面还袂信的所有名拢列起来？啊，你执迷为着伊祈祷。几年后，这个姊妹过身去，啊，因查某囝毋知影这样代志。因查某囝吼，有一日咧甲因妈妈整理物件时，发现着因妈妈枕头下一塌，啊，伊甲摕起来看觅咧，哦，我内面遐一个人的名，啊，因查某囝感动，这个人，因妈妈入迷替这个人祈祷。伊发现超过一半以上拢信主，迄嘛是葡萄园内面的工作呢，兄弟姊妹。点知教会需要一大群人咧祈祷，教会有一群人欢喜服侍，啊，你若服侍嘛看人，啊，你嘛是讲拢我咧做，你好好想讲主要应爱你做啥物，你绝对有法度。这是我对阮兄弟姊妹勉励，我最后要甲咱是到几点？4点。啊，安尼无要紧，Q&A 等无要紧。我搁参考25分钟的时间吼，25分钟的时间吼，互咱安静。啊，咱来想看觅咧，你要请圣神入你的心，好无？这你毋捌，无要紧，啊，毋过吼，咱就当日继续讲圣经。请咱来，请咱站起来，来唱几首歌。我主愿意心灵甲听他规律的我的心灵，互伊触摸我的心甲我的。哦，主亲像是爱的降临伫我的心中，互咱的一生的甲
大领父亲，耶稣，主耶稣，来充满我的心，耶稣，主耶稣，充满我的心，耶稣，主耶稣，来充满我的心，耶稣，主耶稣，充满我的心。请请继续。另外，圣经内面咧甲咱讲，主欢喜咧踮伫咱的心，啊，当咱的心欢喜欢迎圣神踮伫咱内底时，主有一个真大的期待，就是希望咱的心会当清。咱无需要真做一个100%完全的人，就是当咱有面对欠过、面对唔对，咱欢喜到伫主面前讲主，求你真正洁净我，求圣神清我的头壳，清我的心思，清我的意念，若有啥物唔对，求主赦免我。而且传兄弟姊妹来祈祷，做阮伫你面前求你真正帮咱。圣神，阮伫遮要求你来充满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就我知你听每一个兄弟姊妹，耶稣基督，你为着阮死伫十字架顶，你救赎阮，你的目的就是望阮成做阿爸爸上帝所疼的囝儿。求你伫这时阵对阮讲话，显明阮伫心内有对一个所在若无合主的心意，求你帮助阮得到赦免。阮欢喜伫你面前认阮的罪，阮欢喜伫你面前讲主啊，求你撤销阮的嘴，捌讲唔对的，阮的心思意念想唔对的，阮的骹手所做无合你心意的，求你伫这时洁净阮。耶稣基督，求你真正伫阮的中间，成做阮的主，成做阮的帮助，成做阮的神，互阮伫你的面前，搁一遍得到洁净。主，你来充满阮，我恳求你帮助，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搁一摆，耶稣，耶稣，主耶稣，来充满我的心，耶稣，主耶稣，充满我的心。弟兄们，请坐，请音乐继续。啊，我无要直接创什么，我直接要请你家己甲主讲话。啊，你若唔知要讲啥，你讲主，请你充满我。你家己到主面前讲主，我唔捌经验你。你若掠做这阵讨，我欢喜伫这时阵求你来充满我。请咱家己伫主面前祈祷。
有你的疼，对创世到今仔日唔捌改变，到将来到永远也永远袂改变。感谢主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你用重价钱，就是你家己性命赎回阮转来。那你阁想出阮圣神爱阮服侍你，就即款的福分，阮无地吹。主帮助阮伫你面前讲主啊，阮伫遮用阮、切阮，帮助阮成做你的器具，直到阮离开世间的日，互阮活了有价值，毋然呢，成做伫你目睭中你所祝福、你所疼的囝。求主帮助，愿主的恩充满伫阮的兄弟姊妹顶面，愿主的疼蒙着阮，帮助阮今仔伫你面前所领受的。主，你互阮会记住，因为你听阮。感主感恩，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我相信，咱中间有一寡人有圣神对你讲话吼。咱等下爱来分析讲到底这是毋是圣神吼。我袂去讲安尼叫恁起来我甲恁看手，恁倒到涂骹结句咧。我袂爱安尼我会安尼用安静方法，用安静方式，互咱家己伫主面前去领受主。虽然短时间毋是真长吼，毋过我相信，咱若继续伫逐日的生活内面有安尼亲近主，咱的生活甲咱的生命并不共款。咱拄则有啥物人有经验圣神伫你的身体做工的无？还是圣神甲你讲话无？有无？有感觉有圣神摸着有，免歹势啊，举手无要紧。我有看过即个人在流目屎吼，毋茫迄毋是迄个做一时的冲动，所以我相信圣神伫咱中间在做工，你继续甲主讨，讲主，
你若想讲我会当互你用，就你用我。所以我甲要甲人讲吼，咱伫主的家内面吼，宁可在各处嘛，比起做伊伫魔鬼的宝贝内面做上宾，因为圣经内面安尼讲，所以咱无论安怎，伫主的国度内面，你诚做上帝所欢喜的囝儿咧上教，明白吼？好，我将这个时间交互咱要 Q&A 好啊，来。我想即摆就是上尾，咱搁10分钟2个问题，好无吼？把握机会，你若有问题来请张牧师上尾这段时间吼 ，open floor 吼。我在摸马店。4点。我也使个麦克。你会使搁较是讲到底有讲着一个兄弟已经30几年的长老，但是伊嘛毋知讲伊会得救无？啊，这个救恩是毋是？因为我嘛捌听过有的牧师讲，有可能会失去这救恩，呀，所以会使个。我请恁来看圣经。你看迄个《希伯来书》第6章，《希伯来书》第6章第4节，第6章第4节。希伯来书第6章第4节，你咧讲迄有诶牧师讲吼，迄得救诶失去吼，检测是对即段圣经讲。希伯来书第6章第4节遐讲安尼，论到遐已经忘了光照，淡过天恩的滋味，搁伫圣神有分，并淡过上帝善道的滋味，感悟来世关联的人，若离弃道理，就袂通叫因定心懊悔，因为因将上帝囝定十字架。明明羞辱伊，亲像一块田地，食过最摆落来的雨水，生产菜色合乎敬虔的人，用就对上帝得着福；那生气魄积累，就要受废弃，尽伫咒诅，结果就是焚烧。咱听有？你若无离开主，你若无离开上帝，上帝袂放杀你。耶稣基督伫迄个做约翰福音15章，耶稣讲：我是葡萄树，恁是啥物？恁是枝，枝袂通离开葡萄树，若离开咧，要错落来，要迄伫对。迄个火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吼，毋通离开上帝的家，毋通离开上帝的道。咱无一人100%完美，咱拢咧行啥物？行过正常的生活，咱拢会跋倒啦，咱拢会受气，咱拢会做毋对，咱会为着啥物？人伫甲咱引诱的物件，有当时会跋倒，总是毋通离开主。当咱若离开主，讲即间教会遐歹，我毋去啊啦，毋通咒诅教会，毋通离开教会，毋通离开上帝的家。你若离开，你家己就对上帝葡萄园隔开去，像咱拄则所读过圣经。迄个得救安那？你家己毋甜，毋是上帝毋甜你，
上帝袂唔甜你，会唔甜的是你家己，安尼好无？所以毋免烦恼，你若伫教会内面，若伫上帝家内面，袂安怎，免烦恼。安尼好无 ？OK， 真好。还佫有无？来。嘿，嘿。我是第一摆哦，安尼看看。嘿。是我毋知影无，就是讲正式来讲是你有接着啥物 A C 的啥物话，这是要安要去教 OK， 好。我伫遮有几个人吼，我伫替恁祈祷是有几个人，我相信我等下甲恁讲。你知影吼？你知影？圣神要甲咱讲话有足侪方法，有足侪方式啦吼。啊，到今仔圣神还在对咱讲话，啊是因为吼，咱习惯就是我拄着你讲话啊，敲电话安尼，才是讲话，其实毋是啦。圣神要甲咱讲话足侪款，啊你按键啊，然后创作真正吼，你拢受会着啦。我甲咱讲一句话，我若甲咱讲哦。伫咱即摆中间吼，有至少1000种的话题甲咱讲，我后影，你若毋信，我摕迄落做收音机话，啊，摕电视电插好，啊，听了对好正吼，有无？一大堆啊！啊，咱现在无听着，因为咱需要迄个器皿，咱需要迄个物件，你才听得着迄个超音波上面啊，一大堆。你全世界什物声一大堆，啊！你拢因为咱听无咧，会当听到咧足细。啊，上帝在对咱讲话，上帝对咱讲话。啊，有当时常用啥咧？我毋知你捌感觉过。啊，拄则有一个感动，啊，我吼无安尼做，啊，结果出问题。你捌听？我咧讲吼，伫地面上有3、4种声在对咱讲。头一人咱家己的声啦，家己在想自言自语的声有啦。搁第二款圣神嘛在对咱讲话，啊第三项是啥？魔鬼嘛在对咱讲话呢。我要请问你，魔鬼会对我讲话袂？会啊！我来迄落做美国2摆车拢听魔鬼的声。我弄一个有啥？头一摆吼，我和牧师娘驶车来纽约，要去接一个迄个同学，啊，足暗啊，找无路啦。啊，牧师娘讲你是，迄阵也无 GPS 吼，我讲你地图是看伊倒去啦，伊咧看地图，我咧驶车。啊，伊讲，啊，我慢慢来，伊嘛看免哦，就两个种冤家起来。啊，冤家起来时吼，你毋知？当阮甲伊冤家起来时，留一个破夹。一个意念入来吼，所以我毋则咧讲，迄意念足重要。迄意念就讲啦，即个遐换无车，迄一个 stop sign 甲我过就好啊。哦。因为我听咧，我总我弄过，真正一台车规通我收拢。啊，你咧想讲这也无啥，毋过你毋知影，我毋知影讲我有魔鬼用。所以迄个。箴言讲啊，你着保守你的心，像保守、保重安尼啦。因为啊，因为你一生的效果效拢是对啊出来的。啊，所以啊，搁一摆吼，我再去曼哈顿载阮后生，啊要转来时吼，路也无啥熟啦。啊，有一间一个意念，我对遮过较紧。啊，意念入来，我随时handle路总转后壁一来遐落。啊，我了这个后悔，我即摆无爱后壁听迄个有诶无诶啊。啊，迄个学啥？你教学费你毋知？那圣神诶声毋是迄款声，啊，你要知影是圣神诶声。有一人圣神诶声吼，常常真温柔。啊，过来圣神诶声吼，有当时吼，咱无啥会听。啊，毋过迄个足温柔的声，你若了啊小可注意，你知影圣神在甲你讲话。啊，我甲恁讲一个方法好无？我读册爬起来，啊，若咧驶车时，我头一句话讲，就我
学落去，我用叫 Lord I love you， 我其实毋知讲几摆咧，我会感觉有一个回应讲 I love you too， 真诶，你福建主咧甲你回应，我有当时安尼看到安尼真水诶迄落做光景啊，我主你是来足够诶咧，水干咧，你毋知影主讲当然咯。你会感觉你敢若甲主好足好朋友咧讲话安尼啦。我真正几啊摆，坦白讲几啊摆，真正听着圣神在对我讲话。当你愈谦谦卑，愈开心的时，主要真正对你讲话。有一摆吼，礼拜煞，有一对人某来找我祈祷啦。即个人某甲讲来，讲牧师。我迄落做，我要祈祷啥？伊太太讲，阮先生早起用了，无头路你替祈祷安尼无？我好啊，我替祈祷祈祷到一半，圣神伫我内面甲我讲，小等下，我要想输因一个囡仔。我这甲伊，即对人我拄来教会，我无啥捌你。我仲讲，小等下，你讲要求生理，要求做，要找头路吼。我问你，恁有囡仔无？伊讲无。我问讲，恁结婚几年啊？伊讲结婚8单啊啦。我哪无爱生囡仔？伊讲都生袂出来。我讲烦了。我讲拄则吼，我替恁祈祷是圣神甲感动，讲伊想要生出恁一个囡仔咧，恁敢白？伊讲，哇，这个代志。我问讲，恁要爱查甫还是查某诶？伊甲我讲，哈，这还讨论呢？我未进前拢会使啦。两个我讨论，伊讲，要查甫诶，安尼，好，我替祈祷。祈祷了时，迄是毋是对圣神来？爱有印证啦。我厝边我礼拜结束进前要祈祷，我有一个事，我会留一段时间伫我讲道了，用祈祷来回应我的讲道。有兄弟姊妹讲，恁有啥物要三体祈祷，还是讲啥物代志要讲的无？迄个先生举手，讲迄你讲，伊讲感谢牧师替我祈祷，我头路找着啊，我大家欢喜个，安尼。过几礼拜了吼，礼拜是阮迄个祈祷的时间，迄个太太手也偌悬咧，我摇几啊摆，我讲，讲一句中国话，牧师我有啦，我说你有什么？我说你跟大家讲有什么？伊讲我怀孕了，哦。哇！大家拍无拍到，安了后，我厝边咧，迄查甫也毋知咧，阿姨调讲讲，我无爱去迄落，无爱去做超音波啦，阮大家就好啊等，这10个月后生出来就查甫囡仔。所以你会发现讲，有当时你甲圣神合作，足奇妙，足侪真奇妙代志。你的心若愈安静吼，有当时主会甲你讲。真宝贵的声咧，特别吼，你知有伫加州有一间教会吼，做一个 survey， 做一个调查啦，讲伫教会内面发生上侪新热的次数上侪吼，你知影啥物上侪？纽约甲恁洛杉矶有一样代志，足歹找停车位啦。迄个教会做调查了，结果讲找停车位祈祷了吼，迄个比率上悬。迄现实的需要吼，所以，有些老张在问讲，我变仔感觉吼，你开始会晓去分辨讲这个为什么会来红事的。上帝声，还是讲上帝感动、上帝启示，还是一个引就入来吼，迄拢，你总是你爱分辨。头一人，你会感觉足平安。
啊，上帝声吼，你绝对听有。因为耶稣讲安怎呢？讲我的羊会认得我的声，啊，我嘛会认得我的羊。啊，讲即句毋是白讲的，真正是安尼。迄若是主要说咧对你讲的话，你一声就知影。我几啊摆我当然莫去讲，咧讲了伤济，袂出咧顶我家己咧。迄真正你会通去经验主的声。我有一个回友吼，拄着足大的灾难。我伫祈祷的时候，我主啊，求你保守好，安讲一大堆。我这毋对啦，这安那吼，我替阮即个兄弟吼，伊就做伫主的面前，这甲辩论，搁甲注册安尼啦。啊，忽然间，4字走出来，讲谨以深眠。我甲因小弟讲的，因小弟讲谨以深眠。我要安讲吼，到尾事实，即个兄弟啥物拢无。我的生意做足大个，啥物拢无。因为伫做生意顶面无诚实，啊，主将这物件总摕掉，总是干那留伊的性命，连太太都死。所以吼，我一听者，我上帝会受气呢。所以我讲，当你甲主较近的吼，你会发觉讲，是主会常常甲咱讲话啦。啊，佫一人常常甲咱讲话，通过圣经，常伫咱讲话是你读圣经的时。你毋知捌听伊讲吼，有人讲圣经咧感动咧读圣经咧字会谱咧，会跳。有人咧感觉，我相信。所以读圣经，通过上帝话，啊，你记条咧吼，迄个话，你需要的时候付出来。啊，恁若咧为着教会祈祷，主嘛会将意向互你，啊，一步一步甲你引带。这拢会。我毋知影你有回答你的问题无？对不对？以我讲，你讲我唔知，你攞人笑我，谢谢。我是讲，差不多，我陣工作做啲我到啦做成嘅，我哋可能差不多之後啲嘢冇屬於講我，有做講我那時候做唔得嘅。無啦，我無迄落，我身軀無電。我知影吼，我要甲你講吼，我要甲恁兩個長老講吼，我替恁兩個祈禱的時候，主特別祝福恁兩個，所以求主幫助恁兩個吼，好好佇主的面前，將教會創好。啊，所以我咧替恁兩個祈禱的時候，即個我毋是講其他人袂啦吼，啊，恁兩個嘛無驕傲。我相信上帝要通過恁兩個好好佇主的面前忠心，主要大大祝福你，啊，主要用你，因恁還有真長的時間通過使。吼，啊，其他有啦，其他有足濟人，我知影吼，其他有足濟人，主有要用恁足濟人，啊，恁絕對唔通放棄。我相信主要用恁足濟人，佇無共款的所在來服侍伊。所以啊，佫有啥人有啥物意見的，啥物問題有？係。张牧師，真感謝我頭個張牧師有甲我按數吼。我叫 Michael， 我是住伫澳門吼，啊，即馬現主是迄個 Tustin 的迄個台灣長老教會，啊，因阮蔡牧師吼，蔡定參牧師。蔡定參牧師。無蔡定參牧師吼，伊有過迄個Tustin 的迄個長老教會吼，咧事會，啊，伊甲阮有甲阮講，今仔日吼有即個迄個提名會吼，啊，我甲阮即個長吼，即弟兄伊住伫 Newport Beach，我住伫澳門，阮早起有一個講因的迄個英語的迄個查經班啦，啊，所以本來阮中晝了就要過來，一直到最後吼。我即擺就要先分享嚟講吼，讀經文吼，啊是迄個詩篇吼，咱講咱來大聲唱歌啊，訛樂上帝吼。
啊，这就是我咧学习的，透过说透过迄个张牧师哦来甲我迄个按手祝福伊什么，我就想着讲吼，爱好啊来领受吼，所以我心内真欢喜吼，啊，迄个静静的吼领受上帝祝福吼，啊，我若是后来毋想着讲迄个玛莎吼，主要所去迄个玛莎因兜吼，啊玛莎安尼做无用啊，因妹妹玛丽亚吼，拢静静吼，每一遍主要去因兜的什么，拢静静伫遐主的边啊。啊，我讲哦，安尼我是学习哦，所以我头我静静啊领受哦，张牧师的祝福，啊感受即个上帝迄个恩典。啊，因为有若是最近吼有一个带导吼，阮的一个弟兄吼，即马病院有一个手术吼，啊即马伫咧调养，当即礼拜代志尔啦，所以我头我也甲上帝感谢，所以这个时阵我即马吼家己算讲操练吼，爱常常来感谢吼，啊。上帝会听，啊来会当今仔有即个机会吼，啊来静静啊来享受主的迄个恩典的祝福。哦，所以我来讲，我来想着讲吼，咱来大声吼唱歌，大声学乐，所以我就是安尼主动讲，对大家来讲，我是第一遍来遮啦吼，啊不过主内弟兄姐妹吼，大家拢是。对，主的听受吼，对，是感谢主。确定这无需要搁伫恁教会了服侍呀？伊已经退休足久啊！我实际上是我堪伊是二万的大学爱文教会啦，我伫遐受洗啦，迄个蔡丁查牧师吼，伊即马就拢退休啊嘛。伊敢是80几岁啊？伊86啊，伊当最近去迄个台湾吼监狱传迄个短宣啦，伊有身体个足好诶，伊就是咧讲。有讲到这中央牧师啊，我搁加讲一个啦。我伫爱阮10几年前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吼，伊有摕一个迄个录音带，是张景祥牧师吼。你大概过去吼讲迄个Trinity吼，三位一体。所以我是按迄个 tape 吼来认捌到迄个中央牧师的名啦。啊，一直到最近这个蔡丁查牧师吼，伊搁提起讲吼，今仔才有一个啊，当然阮咧周报有报啦吼。所以我来讲吼，这有 never know 啦吼，这过去10几年前吼是一个姊也好啊是安那，但是当然我毋敢讲我今仔已经离主的面前哦，离主来拢大拢新造的人啦，啊，但是我毋知我是毋是有过志吼，不可能讲继续努力来学习啦，吼。好，真好。迄个蔡廷赞牧师吼，你若有机会听我甲请安，伊是我爸爸足好的朋友，啊，和我共教会出身呢，古早阮庄家教会。阮已经庄家教会叫做林门教会吼，无大间，啊，阮已经教会吼，毋知出差不多要几百个牧师哦，阮教会吼，伫毋知差不多50、60年的内面吼，几辈迄个牧师，啊，伊是迄个阮爸爸的后辈啦，啊，甲阮爸爸真好，啊，毋过阮爸爸转去天堂啊啦。啊，所以你若有机会拄着，替我甲伊请安。啊，伊看我就觉得细汉啦，啊，毋过我即嘛老啊。OK， 啊，各兄弟姊妹有啥物人要讲啥物无？有啥问题？哎。牧师较我咧讲的是，安静的时阵，先是为着家己。牧师讲求上帝充满，愈做愈好。伫为家己祈祷了，有就开始转向。为着教会祈祷，但是为着教会祈祷的时，是向上帝求饶赦，自卑，寻求，互上帝的旨意，才会当成伫咱教会内底。真好。啊，搁有无？搁有啥人要讲啥物无？啊，我咧讲吼，我。坦白讲，感谢主吼，主教咱的教会方式吼，毋敢互咱教会伤叮当啊，所以袂互咱咧钓到无啥安尼。啊，不过有几个啊，我相信圣神伫咧内面做工，吼。啊，咱若欢喜开放，圣神伫咱内面会愈活发，啊，伫咱中间会做愈侪改变的工作。啊，所以吼，求主真正帮助咱，安尼好无？到几点？
超过啊，超过啊吼，安尼我时间到，咱就张罗。讲今日才来吼，但是明仔载还有机会。伫甘愿教会吼，有礼拜，搁因为大家拢会去迄个所在，咱有一个join，你若看咱的 program， 明仔载主日是联合的礼拜，伫甘愿教会，还搁有一个 Sunday School， 所以结果有2顿啦吼，木讲道以外搁有1顿安尼吼。好，我想今仔日时间到这吼，下骹这段时间吼，choir 等会伫遮练习，准备明仔载献诗，但是我想。牧师可能会使搁伫遮嘛，对毋对吼？伫楼骹，若真正搁有问题，先搁有机会安尼，好无？好，咱请李牧师传做一个结束，今仔日结束对啦，好无？主要听到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阮伫即2天的中间领受侪你的话语，也对阮提醒，主无论阮的教会是。怎样的形式，怎样的 size， 阮的人生是怎样来认捌你？主上重要是，阮爱甲你有结连。当阮甲你有好的结连，透过你的话语，阮困读圣经，主你要对阮讲话。透过阮甲你的关系，主你要将你的旨意显明伫阮头前的路。阮特别搁一摆将甘愿长老教会。甘愿信友教会恭敬交托你的手中，或者是阮伫阮中间也有其他教会的兄弟姊妹，也将因的教会交托伫你的手中。主，这拢是你的教会，照你的圣旨所成立的，也要伫这个地面上来正做光灯，来引带侪人来认捌你。但是阮若不离开你圣神的规律，阮就无算什么。求主你继续来带领阮。正教会的同工兄弟，伫你圣神的带领下面，继续来回应你的呼召。阮为着今仔日所领受的献上感谢，求主你特别祝福张牧师，伫伊的将来的服侍中间，有搁较侪你圣神的气力、智慧，来互伊帮助搁较侪教会兄弟姊妹。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